今日係3月24號星期一 ，HKG 報今日推介同大家討論美國政界近排俾走私搞到慌失失嘅醜態。美國總統特朗普嘅親密盟友美國共和黨嘅參議員戴安斯訪問中國，善意友好呢見唔到幾多，反而呢一副自詡夏威威嘅風範。尋日3月23號，戴安斯呢就同中國多位高層官員會面之後呢，立即大言不慚咁樣話：北京想要制止毒品芬太尼流入美國啊！佢又聲稱之後咁樣呢，中美兩國先至可以就關稅同埋非關稅嘅障礙進行任何對話。戴安斯嘅趾高氣揚，再次反映美國係冇將自家大城市吸毒者泛濫成災嘅問題負責任咁樣承認係自己嘅責任，反而呢就將一切的一切視為中國或者其他國家嘅問題。總之我冇錯。中國早就發表咗《中國的芬太尼類物質管控白皮書》，清楚咁樣指明從未向北美地區出口過芬太尼類嘅藥品。但係呢，美國就係扮聽唔到。講到尾，特朗普不過係攞個藉口嚟加稅啫嘛。心水清嘅地球人應當記得，美國近排呢就因為禽流感引致嘅家禽死亡同埋供應量短缺，令到雞蛋價格暴漲。有報道就指出，喺美國一打雞蛋嘅全國每日均價已經飆升到8.15美元，即係大約64蚊港紙。美國農業部之前甚至預測，今年美國蛋嘅價格仲會上漲41%。面對日益嚴峻嘅情況，美國政府喺上個月就公布咗10億美元嘅救助計劃。內容就包括俾雞場資金去翻新或者修葺，試圖從源頭去減低禽流感蔓延。華府亦都四處求救，試圖係由其他國家去進口雞蛋。但係由於美國大力咁打貿易戰，令到響應美國求蛋嘅聲音非常之少。眼見政府解決唔到蛋荒，美國人咪諗計自救咯。最直接嘅莫過於由隔離嘅墨西哥走私雞同埋雞蛋入境。根據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嘅統計，2025財年至今美國嘅邊境截獲偷運雞蛋嘅宗數高達5500幾宗。有趣嘅係同期邊境截獲嘅芬太尼走私個案淨係得413宗啫。咁即係話走私雞蛋嘅個案多出10倍以上。特朗普政府成日以要求打擊芬太尼輸美，對中國啊、加拿大啊、墨西哥等等作出威脅，盡其所能咁樣誇大其走私嘅問題事態，將自己政府嘅禁毒無能卸晒俾外國。今次美國面對雞蛋嘅走私案，遠遠超過芬太尼走私呢個誇張而且殘酷嘅現實。戴安斯同埋華府與其忙住喺度夾硬栽贓嫁禍要挾中國，不如先平心靜氣解決好蛋荒引發嘅真實走私風潮先啦。講到關稅戰措施咁多，算盤打得比邊個都要精，而面對少少嘅雞蛋就束手無策。特朗普係無能為力啊，定係毫無能力呢？如果問全世界最容易管治嘅係邊一個國家，有事就賴人點樣唔好嘅美國，係唔係肯定榜上有名呢？地球人心目中都有一個答案。